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歡迎嚟呢個實德財經攻略嘅時候啦。OK，嗱咁近日咧 OK 就好多嘅國際事件發生啦。咁當然啦 OK 咁啊中東嘅緊張局勢啦 OK 嗱，再加埋新鮮滾熱辣啦。琴日咧亦都係6月份啦，美國嘅議息會議公佈嘅結果，而鮑威爾咧更加喺凌晨2點半嘅時候都 OK，咁亦都發表個宣言啊 OK，咁啊哇好多人力讚啊 OK，咁點解啊？因為好明顯佢嘅宣言係冇向特朗普跪低嘅 ，OK，咁所以咧好多人力讚 OK，好啦咁但係咧咁啊呢兩件事件咧 OK 對未來嘅金融市場走勢咧 OK 當然就會有一個好明顯嘅影響㗎啦 OK 啊，咁而咧當大家講緊呢個中東嘅緊張事件嘅時候咧，第一樣嘢應該就會諗起咩啊？就會諗起避險嘅工具啦 OK 啊，咁啊唔使問啦，咁啊國際嘅避險工具除咗債市之外就係金市㗎啦 OK 啊，咁啊郭生請教啦 OK，咁啊商品市場上面對於金市呢段時間嘅影響性會係點樣呢？係啦，咁啊當然啦，如果你話睇翻現貨金嘅價格，咁啊好似真係同即係中東依家發生緊嗰個情況，又好似都唔係好對軌啊，因為通常如果你話即係有緊張嘅事情發生啊，局勢啊突然間升級啊，咁啊對個金價嚟講係有個幫助啊嘛嚇，咁啊反而即係個金價就好似反覆咁啊，當中其實咧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就係其實可能大家對今次呢件事件唔會構成一個即係地區性好大規模嘅惡化緊張嘅時候咧，就有一個信心喺度咁當有個信心喺度嘅時候或者叫做之前大家係過分擔憂啦咁就話哇會唔會即係衝落去黃金市場度曾經係衝咗一段嘅咁但係都未令到個現貨金升穿翻嗰個歷史高位啦即係個上4月嘅時候做嗰個現貨金嘅歷史紀錄高位就$3500水平咁咁依家其實都係做翻一個嘅回吐整固嘅咁理解得到嘅即係一來即係大家對於今次個事件可能都好明顯即係睇到嚟緊應該都好快又會有一個嘅平息或者係靜落嚟嘅狀況喺度嘅時候，咁好似都唔需要咁快衝入去呢一個黃金市場買入一個黃金作為一個嘅資金避難所風險。咁但係個金價雖然係冇想像中咁強勁咁但係其實都係叫做喺即係如果今日嚟講都喺$3365附近，咁其實都係一個高位水平嘅。依家問題就在於會唔會進一步回吐同埋回吐之後有啲乜嘢嘅因素或者個動力推高翻佢上去咧嗱咁如果你話睇翻短線個支持位嚟講啦，咁我哋可以用啦上一次即係見4月嘅時候見完個歷史高位。咁喺5月嘅時候咧就見3124呢個5月份嗰個叫低位水平㗎啦就揾到個支持咁跟住又都有一個唔錯嘅升勢啦，上咗200零蚊即係有曾經上過300幾蚊添嘅咁好啦當如果真係再有啲回吐整固嘅喺大概$3124有一個好大嘅支持。好啦，喺呢個位嘅時候揾到個支持。去到咩位咧？咁我哋即係其實假設如果佢喺呢個位置可以有力上翻20% 嘅話咧，咁即係講緊下一個嘅新嘅歷史高位就大概$3749附近嘅。咁呢個即係講緊係衝破咗上次3500嗰個歷史高位之後，仲有250蚊嗰個上升幅度。咁好啦，咁有啲乜嘢令到大家當個金價回到去3120幾嘅時候，又係一窩蜂湧入去叫做趁低吸納咧？3大個元素嘅。第一個元素就梗係要對沖呢個特朗普嘅不確定性多變政策風險啦其實大家都喺度倒數緊嘅，倒數緊就咩咧？即係之前又話呢個關稅貿易戰就暫停有90日嘛，咁其實依家基本上都倒數緊㗎啦會唔會即係倒數完結之前佢又已經有啲特別嘅嘢出嚟咧唔知再加上之前即係美國國內一啲嘅示威即係叫做反對佢即係 No Kings 唔要皇帝即係
呢個情況嘅時候啦，咁其實變咗特朗普無論喺國內或者國外即係好多嘅政策上咧，咁都係令到大家摸不着頭腦嚇。咁呢一樣嘢其實都係正係俾到大家買入黃金去對沖呢一個我哋所謂叫做特朗普風險嘅嚇。咁當然啦地緣政治局勢即係無論係俄烏中東基本上其實依家都仍然係會耐唔中會俾到黃金價格一個叫做低位支持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啦咁同埋就係呢個全世界唔同嘅央行仍然係會有增持黃金儲備就正如ECB 歐洲央行上星期到啦出咗份最新嘅報告咁即係講緊係歐元嘅地位嘅。咁其實喺呢份報告入邊咧，佢有提到黃金現在已經係即係取代咗歐元成為全球唔同嘅央行嘅資產儲備嘅第二位㗎啦。因為其實呢個美元第一位啦之前係歐元啦跟住黃金啦，啱依家最新歐洲央行都承認咗啦黃金已經取代咗歐元㗎啦。咁呢個其實都基本上仲係啱啱開始嘅啫嘛即係有好多國家仍然需要即係增持呢個黃金儲備咁嘅時候咧，呢個又係對個金價係有一個叫做推動作用喺度啦咁同埋當然啦，又係去翻大家即係對聯儲局嚟緊下半年嗰個利率走勢啦如果你話睇翻個點陣圖咁即係最新啦6月份嗰個議息結果當中嘅點陣圖，其實今年都仍然係預計有2次嘅減息嘅，每次都係1/4厘啦。咁所以喺即係嚟緊仍然有減息嘅空間或者有個寄望嘅時候咧，咁買入黃金嗰個風險承受意欲啦，應該會有再升翻溫啦。咁所以哪管佢即係現階段即係中東嗰個因素啦，未能夠俾到金價一個好大嘅推動力。咁但係頭先所講聯儲局嗰個利率去向唔同嘅央行買入黃金儲備對沖特朗普係啦，對沖特朗普嘅風險應該足以俾到金價嚟緊喺啱啱下半年開始啦嚟緊可能喺呢一個第三季嘅時候咧，有一個叫做屢創新高嘅走勢。咁暫時睇住$3749呢個上位啦。咁好明顯喎，郭生就似乎睇個金價睇得中線係睇得非常之好OK 短期咧 OK， 就算冇因為中東嘅事件咧而令到有一個種好急速嘅上升也好啦 OK。中期嚟講咧 OK， 郭生仍然係即係睇翻好嗰個叫金價走勢㗎OK。好啦，咁但係咧亦都咧順便咧，我跟住就會講個即係外匯市場走勢嘅，呢一方面都咧幫郭生解釋少少 OK 就話點解嗰個叫做即係中東事件之後咧 OK 個金價未有OK 好似一般人嘅想像當中咁樣會一個因為避險而急升嘅情況咧，點解冇出現咧 OK 有少少就因為咧個美金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咧好明顯地OK 自從以色列喺6月13號嘅夜晚黑開始 OK 就即係突擊伊朗啦之後啦 OK 咁咧美金指數咧，你會發覺其實係走強嘅喎 OK 因為咧係未做呢件事之前咧 OK 個美金指數其實已經跌到落去咧97.68嘅水平㗎啦 OK 咁但係當呢件事一發生咗之後咧 OK 喺過去呢1個禮拜裏面咧 OK 個美金指數咧其實係攀升㗎OK 去到現在同大家錄影嘅時候咧 OK 其實美金指數已經攀升到上去咧99.1附近嘅位置㗎啦 OK 咁而其他嘅主線嘅貨幣咧 OK 例如日元啦、歐元啦同埋英鎊啦 OK 的而且確喺啱啱呢個星期裏面咧 OK 大概有貼近200點度嘅跌幅嘅 OK 亦即係話啦 OK 大家可以好明顯地見到啦 OK 呢個就係所謂美金發揮咗少少嘅所謂嘅避險作用嘅狀況啦 OK 所以大家亦都知道嘅，因為美元同個金價係有少少叫相對嘅關係㗎 OK 所以咧當美金走強嘅時間，可能呢個都係打壓咗 OK 個黃金 OK 冇喺呢段時間上升嘅一個即係因素啦 OK 咁好啦，但係個問題就係啦除卻美金上升係因為中東嘅事件令到有少少發揮避險嘅作用以外 OK 其實仲有其他嘅原因喺呢幾日裏面咧，亦都係加強咗咧嗰個美元嘅
反彈。嗱，我暫時淨用反彈嚟形容啊，OK，一陣間後市我會講點解㗎啦，OK 啊，好啦，咁啊點解會話會增強呢個反彈咧？有啲咩因素咧？OK，例如 OK 啊，喺前嗰兩日6月17號嘅時候咧，OK 啊，其實咧美國參議院咧通過咗一項咧最新嘅穩定幣相關嘅法案嘅，OK，咁呢份法案咧 OK 詳細嘅內容我唔講啦，OK，但係最重要就係咧法案咧就指定呢一個嘅穩定幣嘅發行商咧 OK 就必須持有1比1比例嘅美元嘅背靠資產嘅 ，OK 啊，而講到明㗎啦 ，OK，所謂嘅美元背靠資產咧，佢舉個例子，只係舉咗兩樣嘢嘅啫，一美元背靠資產美元，咪呢句咪廢話啦 ，OK。第二樣嘢就係咩咧？美債，OK 嚇，咁咪即係美國債券咯，OK 嚇。咁市場咧就預期啊，OK，其實咧呢個咁嘅新嘅法案 ，OK，其實係將會增加就係市場對於美元或者美元資產咧嘅硬性需求咧 ，OK，咁係會有所增加嘅，OK 啊，咁大家明點解㗎啦，OK，因為當你越嚟越多發行商發行穩定幣嘅時間，我要一對一背靠美元資產，最主要仲係美債添，OK，咁你咪即係焗我要買咯，OK，咁我要美金咯，咪就係咁簡單咯，OK，咁啊變成硬性嘅需求咯，OK 嚇，咁所以咧呢一樣嘢咧，亦都令到個美元 OK 係有所走高嘅，OK 啊，好啦，咁而第三啦，亦都係最後啦，就係尋晚黑啦，OK 啊，因為尋晚黑咧 OK，咁頭先啊郭生講咗少少啦，OK，咁就係聯儲局咧同市場預期一樣，係保持利率不變，OK，但係最重要係鮑威爾嘅會後聲明啦 ，OK，因為今次咧大家都睇緊。鮑威爾，喂，人哋特朗普又親身打電話同你講 ，OK， 喂，叫你好減息啦 ，OK，跟住喺社交平台上你講 Mr. Late，OK 遲到先生 ，OK 咁啊俾咗好多嘅壓力 ，OK，咁大家都睇緊就話喺今次6月份嘅議息會議裏邊 ，OK，咁多壓力嘅情況底下，鮑威爾會跪低 ，OK， 就算呢一刻唔減息都暗示會減息咧 ，OK 好啦，但係個結果咧 ，OK， 真係好多掌聲鼓勵 ，OK，咁啊聯儲局個獨立性咧顯然易見啦，因為尋日鮑威爾講嘅説話係咩咧 ？OK， 佢就係講到就係佢話佢認為特朗普嘅關稅政策將會推高通脹物價，並且好大機會係會喺今年嘅夏季 ，OK， 開始會反映喺呢個消費嘅商品同埋市場嘅價格上邊 ，OK 好啦，留意下喎，夏季 ，OK， 夏季 OK， 美國嘅夏季即係去到9月 ，OK 咁所以咧 OK， 其實咧大家都認為 OK， 鮑威爾嘅呢一番説話其實已經係明示啦，唔係暗示啦 ，OK 就話短期內咧其實係冇降息嘅可能嘅 ，OK 最快都講緊係9月 ，OK 咁因為點解咧？因為6月而家講咗唔會降息啦。7月嘅議息會議，你聽佢嘅説話，你都明顯地見到7月佢都肯定唔會降息㗎啦。OK 8月係冇議息會議嘅，暫停1個月嘅。咁即係話咧，最近都要9月，即係起碼1季之後，OK 至會再有至會再有降息嘅可能。OK，咁由於高息嘅環境，又再俾市場預期係為長時間。OK，咁所以對於美金嚟講咧，當然亦都係會有一定嘅支持啦。OK，咁所以咧點解 OK 呢個禮拜 OK 你見到個美元咧嘅指數咧 OK 上咗嚟咧 OK，其實就係因為以上嘅一啲即係因素加埋所產生嘅效果嚟㗎。OK，不過點解話反彈咧？好多效果係嘛？好多因素係嘛？咁多因素加埋都只係令個美金指數上翻去現在嘅99.1。你記唔記得1個月之前我係講係101嘅水平嘅？OK咁所以我想講，哇喂，有中東嘅大事件，又有法案通過 ，OK， 跟住仲要加埋聯儲局主席嘅會後聲明，都係講緊99.1啫。OK咁你就可以見到啊，喺100嗰啲水平。美金個壓力本身就根本就已經係好大啦 ，OK 呢個價位上面都表達晒俾你聽㗎啦 ，OK 好啦，第二，我就算係老生常談都要重提㗎啦 ，OK， 大家唔好俾現在外圍嘅東西 ，OK 係捉晒你嘅焦點啊 ，OK， 其實美國本土 OK去到今個月底同埋下個月頭 ，OK， 我講過100次啦 ，OK， 係有2個大關卡佢哋要過嘅。第一個關卡就係咩咧 ？OK， 而家已經開始有㗎啦，就係大批嘅債券到期，講緊係5.8萬億以上 ，OK， 唔係5.8萬億啊 ，OK 大佬唔係一個細嘅數嚟嘅，邊度咁多錢還
OK 嚇，仲要之前嗰2個月嘅債券新債拍賣咁唔理想，OK 嚇。好啦，第二 OK 啊，亦都好多人忘記咗，其實記唔記得拜登在位嘅時候1月份佢哋係曾經美股係大冧嗰一陣嘅原因，就因為有機會喺2月1號美國有部分嘅政府部門因為唔夠資金營運要面對停擺。好啦，之後點樣解決嘅呢？之後係拜登要求當其時嘅財政部動用現金存款 ，OK 啊，夾硬俾啲部門用去營運，但係呢筆錢其實當其時已經講㗎啦，足夠維持佢哋半年嘅營運嘅啫。咁啲人咧亦都好 exact 嚟計過，係會去到今個月嘅月底，即係話7月1號，其實美國政府係要額外再攞錢出嚟俾啲政府部門作為營運嘅資金嘅。但係現在究竟有冇呢 ？OK， 咁你諗下啦，6月底面對強大嘅債務到期，7月頭又要面對停擺 ，OK 啊？咁更加上頭先講咁多事件，至令到個美金反彈到上去99點幾，連100試都試唔到 ，OK 啊？咁我想問下 ，OK 啊？究竟美金憑乜嘢 ，OK 啊？係可以升穿100，甚至乎有更高嘅位置呢 ，OK